言語及語言病理學 （Speech-Language Pathology） 係一門臨床嘅醫學科學，專注於處理語言、溝通、發音、聲線、說話流暢度、聽覺以及吞咽等問題。言語治療嘅最終目的係希望以實證為本嘅方法，即係 evidence-based 為基礎，同時與患者同佢嘅家人溝通，並且共同訂立出一個最合適嘅治療方案，改善患者嘅溝通或者吞咽能力，從而提升佢哋嘅生活質素。舉一個例子，如果小朋友到5歲都未可以講到完整句子，言語治療師就會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所建議嘅框架，評估小朋友溝通問題嘅成因，以及其衍生嘅言語、心理及社交影響，並考慮佢嘅興趣愛好、學校及家庭嘅支援等因素，從而制定個別化嘅治療方案，例如透過故事或者遊戲等嘅形式進行治療，引導小朋友慢慢加長句子，並為家長提供諮詢服務同相關嘅建議以配合治療。透過進行家居訓練，幫助小朋友將所學到嘅技巧應用到日常生活中。家長可以點樣初步識別子女係唔係有語言溝通障礙呢？常見嘅言語障礙包括發音、語言、說話流暢度以及聲線問題等。儘管每一位小朋友嘅語言發展速度都唔一樣，但係家長可以參考普遍兒童嘅語言發展里程碑進行觀察。例如小朋友通常響幾多歲開始講幾多個字嘅句子，家長亦都可以多留意子女相對於其他同齡小朋友嚟講，響語言理解、表達同埋社交溝通方面有冇存在任何困難。以3至4歲嘅小朋友為例，佢哋應該能夠簡單咁描述日常事件，運用3組詞或以上句子同連接詞等，就好似我中意睇圖畫書，我食完早餐然後去公園玩。如果小朋友大部分嘅時間都只能夠用單詞去表達，例如食嘢、去玩，而未能夠講到整句句子呢啲就可能係需要注意嘅警號啦。有家長可能以為言語發展障礙只需要尋求言語治療師治療嘅幫助就足夠，但實際上小朋友喺成長過程中可能因為社交情緒、口腔結構或者係腦部發展嘅問題而出現唔同程度嘅言語障礙。因此，喺制定治療方案過程中，言語治療師仲需要同其他嘅專業團隊合作，例如係醫生、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以及係教育心理學家等，以提高治療嘅針對性，從根本改善問題。及早識別患有言語及語言障礙嘅小朋友係非常重要。好多兒童透過適當嘅介入措施之後，語言能力都有所改善，社交、情感同埋學習發展嘅能力都得以加強，甚至能夠接近同齡學童嘅水平。如果懷疑子女有言語及溝通障礙，家長可以先帶子女到母嬰健康院、家庭醫生又或者係兒科醫生作初步嘅診斷，再決定需唔需要轉介到衛生署嘅兒童體質測驗中心作進一步嘅評估同跟進。而如果子女已經在學，家長就可以先同老師溝通，教育局同學校都有相應嘅協助。大家可能會問，我哋應該點樣增強子女嘅溝通能力呢？首先，家長可以為小朋友訂立合理嘅目標，例如講緊單字嘅小朋友可以係增加詞彙量、掌握動詞同名詞嘅結合等，而唔係需要小朋友立即就講整句句子。家長亦都可以抽多啲時間同子女溝通，進行簡單嘅親子活動時，調整自己嘅說話方式，促進小朋友嘅語言吸收。例如講故事同角色扮演嘅時候，多作示範，並且鼓勵小朋友表達自己。呢一啲都係有效嘅語言發展訓練方法。家長亦都可以利用日常生活嘅事物，促進小朋友嘅語言發展。用唔同嘅問句，例如係什麼、為什麼同邏輯性問題等，並鼓勵子女多運用形容詞、因果連接詞等等嚟到去表達。總括而言，家長喺小朋友嘅言語能力發展當中係扮演住非常之重要嘅角色。增強子女溝通能力需要家長嘅耐心同埋持續嘅投入。家長應該創造一個輕鬆愉快、語言豐富嘅溝通環境，既可以培養親子關係，亦都有助子女嘅言語發展。
目前除咗網上有好多關於溝通、吞咽問題同言語治療嘅資料，社區亦都有唔少資源去支援有需要嘅人士，例如係社會福利署嘅地區言語治療服務，以及各類型嘅診所同機構等，都有提供有關服務嚟協助患者同佢哋嘅家庭。喺香港執業嘅言語治療師需持有認可資格。隨住言語治療普及，相關嘅教育課程不斷發展。以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為例，學院有提供學位課程，培訓專業嘅言語治療師。學院亦都有設立言語及聽覺診所，為各年齡層有需要嘅人士提供應診服務。言語治療嘅服務對象唔單止係小朋友，仲包括成年人因為各種原因而造成嘅溝通及吞咽障礙。言語治療幫助患者更加有效咁同其他人溝通，以及安全咁吞咽進食，大大提升佢哋嘅自信心以及生活質素。因此，如果懷疑自己或者身邊嘅人有相關需要，應該盡快尋求專業諮詢，睇下有冇需要接受進一步嘅治療。作為言語治療師，我希望大眾可以多啲了解言語治療嘅重要性，關注同埋支持有語言發展需要或者係吞咽障礙嘅人士，等佢哋都可以重拾生活中嘅樂趣。